天意的手，天意的脚步，慢慢行人生的路，用后背的辛苦，换头前的幸福，爱甘愿无执行的做甜蜜的梦，思念的风吹过来。该等你同享了心酸的爱，月光啊，牵你走去的路，阮的风景记看清楚，看思念的水落下来，留爱你的苦，空到心肝肚。爱袂等你琼下本人祝福，将搁牵爱的手，爱感谢天父。哎，干样？啊，超哥。啊，你去买嘢冇？講門啊！阿燕，阿燕，唔採樣啊！佢留到台灣哦。今日你本來去送落台最後生，佢冇同我講過嘅，但是聽嘢要後悔嘅。伊都驚我本來反而帶來麻煩，做咗各種場面哦。天從了都驚我打擊到你那邊啦。佢很會講哦，迄講佢真是有小人你嘅話，20多年前就應該要小了呀。當然，佢是做唔錯事情，但是事情已經過去了，你應同我想辦法解決事情能錯啊。最好嘅辦法哦。就係佢唔好再個出現嚟啦，冇再個留喺你嘅屋企有一絲絲嘅關係。阿燕是真的嘛？本來伊都做日本的啦，但是遇到那台事情哦，伊都想慢慢個兩年，阿燕沒反應，假使也心很狠。做嘛會很痛苦呢？大娘，你真係上班嗎？伊講4年的感情冇同工作分享下，意思你談出嗰句話，表係阿燕都係表人之家。可能很安逸啊，表示你前途嘅根本得上安逸啊，愛同恨都一樣之間嘅呀。陈康阳，一孫有乜買啊？幾60吧。係。嘉怡，你叫媽媽好冇？哦，咁你好，較好嘅啦，之前差唔多都聽到嘅。係。阿春姑嗬，阿要孝嗬，阿人夾住做嘅。係。
唉，買竹筍係，竹筍係開過唔下啦。哎，中午的啦，幾多錢啊？拿本啦？媽，他也全部送剩哈。佢話我哋送的。我哋全部送剩。係謝啦。安子姐，那第天拿媽媽能講安子姐啊？好。係謝啦。嘿，家陣，你明年美文流用嘢唔嘢冇？要啦，手機本嘢哦，就開始做。你嗱叫嘢當初都該求緊熱氣哦。好啊，分享。加油哦！是唔是啊？阿姐，你真係買菜啊？但叫冇看到喎，你買以後冇？簽好啦。阿你都簽好啦哦，但叫冇識到嘅就菜哦。要喊哦，長女。唔係你買阿爺天我係介意嘅。係啦，佢哋喺度上海做條路嗬，叫長進去啦。但叫我差啲都唔識嘅。要喊哦，長女出盤啊！賣菜了嗎？我真係冇想到呢，原來米滿樓都有隻按些地方，又按太分量哦，又按當年關係又疏鬆嘅。其實哈，我長女同米滿樓有時間，還沒講一下呢。屬實阿曼姨還講遇到一家母嬰哦，大家全係好人啊，不論是家還有蠻艱苦哦，其實還有困難，全為挺熟誒。應該冇包括我吧？我從細就當此事，一畢業就走上台北做事，也有去上海，從來就冇想過不卡事情，也冇想過做了米滿樓聽書。你冇人講啦，大家因為轉雙冇窮人，現時也冇窮人啊。請問兩曬係咩米滿樓嘅人？係啊。你100個人請數下來。100塊，你係做乜嘅啊？我前幾日去市場買東西啊，錢冇帶啦，結果到市場遇到人跌廠啊。比如當好心將我100個人啊，係啦，我心都掛掉定嘅啦，我拿了100個人還你就米滿樓啦。我都冇想到你也冇機會嘅啊。我簽署的啦，這廠用唔到嘅啦。冇做唔得，一天到人係拿起來，我人係忘記，我人係拿起來，我先行嘅。一天到人係拿起來，我先行下。這廠吼，從細做一隻太房嘅人，從來就冇老人計較。還記得這個時節，兩個香草，還記得那好食辦呢，還特別老客車辦的留不愛生呢。我真係喺隻洞察子，這個時節看唔起佢，他也沒冇真心的關心過佢，反而係佢。一切主動關心啊！在廠哦，冇想很多嘅啦。佢個性本來就似台風啊。也對啦，在廠按台風一定唔會關愛阿姊，對冇？好啦，今日你嗬，夾夾啲轉，基本要買竹筍哦，做咩成日要聽呢？我嗬為老聽哦。今日就夾夾轉去煮下竹筍。還有記得，也老要100個人幫幫佢哦。啊，從古世嘅世界，應該就像條條漢樣哦，係咪係？因為我係離開，故所期望佢哋會快樂嘅童年。啊，從古，
阿爸对不起你。今晡日想食嘛个？芹菜炒牛肉，芹菜炒牛肉，盘猪鸡肉。多盘土鸡肉。讲来请问一下吼，呀客家嘅小嘅炒肉啊，吼，佢落很多嘛东西咯。那唔知呢，歹势。唔知啊，佢唔做嘛，嘛该做冇，嘛该做唔知啊样咯。歹势啦，歹势啦，两阿妹吼，顶落杯张转来听，还唔晓得，干到点麻菜吼，拢来讲就好咧，好嘛？哈，你啦，歹势。哦。哇，限量哦！天做嘅客家小肉好了。我爱梅干菜狮子头，还有客家炒牛，还有吊菜，还有火腿汤。哦，好。韩国只客家炒肉、吊菜、泡菜汤。泡菜汤。哎呀，我跳堂吼，叫你减快咧，急不長一石石，讓我背3件人落去呢。阿娘，希望唔先炒肉，我嚟拿泡菜。麻煩你啊。唔該啦。先生，失敗了嘛？來呀，地都醬啊，用起到樣咯。哎，先生，你色彩厲害了，我請到彌漫流來。俺攏講，人家代表客家菜啊，真嘅真出名嘅啦。哎，從13年來種啊，俺攏講啦，兩樣菜一樣糖哦，安尼經濟又實惠，行啊，地都醬啦。來啦，看啦，唔怕啦，是講記得咯，沒食了好食咯，我等下朋友過來咯，來，你拿來了。歹勢哦，拄好無味嘅啦。先生，今日啲菜單吼，都去白方吼，唔先點菜，我攞前面嘅，睇能水要嘅啦吼，睇睇好。太姐啊，你去花园做事做很久，有为你们出来去做阿爸？我唔是应该系你嘅阿爸啦。不过你有为你们出来去做阿爸，你剩嘅时间唔系有看过佢哦。假設前晡日阮做兄弟，可能免唔相信佢係人哋阿爸。阿姐，你係哪叫第一件事情嘅啊？前幾年我睇到幾老條嘅講法，我想啲嘅。我做下很多無限，
我先来摸下一下啦，啊，恁来停收一下好哦无？好。难怪你最近就安尼乖乖的，有事情做嘛该唔讲啦。我一定有讲啊。我去看一下，记得个讲啊。还没一点的时间啦，事情过安久的，我想还没地方用会做啦。不管其中某个决定，哎呀，都是支持其中好的呀。那就讲阿妹叫我有蛮好讲的啦，阿妹很坚强。原来伊就迄眼无看到嘅阿爸哦，原来伊就想到安尼哦。人20年了，我一次一家变一家。其实每过一年，我心肝都就伫讲，人要转来。不过，个声音总会同我讲，我向我带哪去，带哪去。阿亮，决定要做了，你还有志气，向我面对。我是猜，我真艰苦。你们，我对不起你。我对不起生意的，我们去找好老公，我看没做过做阿爸的经验，你做得大了，妈爱。你做得很爱啊！你想我用会做，我全部交出，我冇乜嘅法好講。我妈我大，更原有意思。跟迄个做阿忠我一条命的无？明白。那个看你的，你老我讲，你老我讲，我做的每样都做满个，每样都做满个。阿亮，我俩是讲亲人，我免着用的。不和人真的好好吗？我还够想讲呢。明白。你。做得蛮该，我对不起阿德，我对不起阿德，我对不起阿德。阿梅，阿梅。
走啦，做遐咪事啊。Thank you，来这个啦。Thank you 啊。你看他你还买单哦？内对你的感情。店里老人冇人共烦咯。阿曼呢？但相信哦，若是甲伊有找条个，有所留去大表，等来赚到的钱，一定要赚来加。阮太家看到嘛成功。阿廖，我总算认准了你，不过，我你是人也，为了了这家庭，颠倒的。迄安样的结果。阿妹伫房间按叫，你都给做嘛该的。唉，下周到以后就还忙出来。啊，下周给时间了，那冬秋有糖的，阿妹都给叫呢。哎呦，来去喊去哦，几唔惨啊。是担心啊，阿妹吼一定不会有事情啊。其吼还需要一点时间，按多年来。发生很多事情，全部最后每3年去甲喊过来的呀，所以下一摆一定唔会有事情。阿哥嘅事情真高睇，幾十年咯，幾十年以來，都算咯，阿妹係超人，咪做唔得結束按用一天又一天嘅事情啊！阿妹敢會？唔係，絕對唔係。太子啊，就係你啊！你講，伊較做掉的人，你講兩件事情，你就做對討論啊！哎呦，事情哦，咩唔會變安尼呢？假設唔好按你老太子講法啦，按佢屋企發生很多事情，太子壓力沒動態啊，有萬年上的事情發生哦。你還沒關半年的時間啦。係啦，來看看遐的，大家做忙吃東西，哪一種用菜，大家都是吃飽的，這樣上該按用做，好。好啦，跟下你提醒一下。陈姐，下擺吼一定要探出師傅出過一擺難關。其實吼，萬咧都慢慢了研究，體育班看到曼伊的心情，重慶也很淡呢。總講哦，上個提手，慢啲又慢走就好。我想用一條好食的食材，做出清好食的料理，睇本師傅力量。本師傅哦，最搶時一個個煩惱的事情。其實哦，介紹同事講過，佢講料理哦，做咧本一種幸福的力量，未做咧本應相信來艱苦的故事。那你啊，長弟哦。
其他都是个心情啊。尤其哦，系对阿曼姐来讲，这些上辈课的哦，系经20人眼内哦，拿老公穷下方面的，冯玉堂。 不过，呀，我相信师傅哦，一定冇问题的啦，而且都做得行出来。不过，当前是咪满意啦，加了2头时间内，心肝都会痛苦劳烦恼，袂唔会比阿曼姐少。再个啦，伊家囡来大蛮多，我只是希望吼，继续伫家前做起来。 我相信哦，你们有所有的人做做真熟起啦。韩国安能也好食嘅料理，带本给幸福嘅美食，带本给你了。哦，你真是动厉害呢！没有啦。动向诶。 世上嘅王爷，我求保佑阿妹做得平平安安，所有嘅事情做得顺顺利利，所有嘅人做得唔好因为安嘅事情受到伤害。发生的事情，我丢哪地方，想八个遍了。因为发生事情了，我就唔得要面对咯。因为什么？这个年龄，俺就迁就你哦。我还用心对位哦，年龄法就要看到。 亲讲，就亲等一下。师傅啊，饮水的啦。哦，练鼓呀。系啊。哟，你今日按做人哦。啊？你嘛，买多菜啊？哎，师傅，要当工人有准备的呢。还要像师傅这款啊，让我做个特制营养早餐。特制。咁啊。 啊麻烦咩？唔会麻烦啊，师傅，我哦，肯定拿去做下注，跟我注定啊继续练吧，练好就做是走了，好。哎呀嘛，啊是梦呢啊。唔会啦。哎，爷爷。你这个就3个月没有？感觉冇错，还没穿下扛了嘛。 好啊，咁下晝嗬，平阿姨阿同姑父開咗茶宴，咱哋去泡茶好嘛？好啊。人到上海嗬，最想食嘅最米飯嚟嘅菜，最想練嘅咧最阿同姑父開嘅茶，最想談嘅做慶日嘅客吧。呀，上床去攞杯啦，阿妹阿少照顧到。唔放心啦，從細到大。 原來叫不用擔心個。咁就樣啊，從細到大啊，唔係真聰明，也唔是幫阿妹炒飯。等到阿娘哦，阿妹真歹勢呢。阿妹，23年帶人死嘅胎，真叫我講歹勢吼，係人死嘅講歹勢啦。
我记得这时节，当我在美方哦，同样落台求报神父，因为那安转来，大家烦恼都不细。像这位警察求报案，后来你这位来，就拿点报神父。我想从小也冇人教我，因为就来报神父啊。你迄冇讲爱啊，不过有做半夜就看啊。好，13年味都也不卡，从来就冇比起个上过。那迄娘妹呢？从小看到大，总是有一点印象啊。阿妹，我冇能力做更加多的事情，只有求下父神父保佑我平平安安呢。今年3到4年，阿妹真人讲，钱难买呢，啊，全部也太嘞，也按地势，也要照顾一家。所以你们真坚强，啊，唔吃饭了哈，那样乖啊。也吼，迄太家蛋公特别为师傅准备嘅特制营养早餐。师傅，来食看下凉笋，哇，冻软冻甜呢。还有啊，番薯，今晡日吼，清凉餐哦，非常好呢，非常香，试试看。阿妹，还有咧，你请好吃个番薯叶，来，有番薯叶哦，听日杀嘅哦。唔杀咩啊？哎呀，我又未喺二萬條嘅妹。十場菜哦，按簡單，我一天會嘅，嗬。你要仔細去掃嘅，我有看到哦，我哋阿蓮好像做一做錢。錯，韓國而家3擺天1擺天哦。3擺天？係啊，仲有個甜菜哦，唔知那邊好未啊？10場菜先過油嚟炒一下。你就唔是講嘅啦。奇怪，重點係迄條番薯葉，真好食，安尼就好咧。阿妹，來，是倒掉嘅哈，來啊，是倒掉嘅哈。來，還有。好啦，自家來啦，入幾份呢？我用食。卡子，來，也好，唔啱啊。哦，阿龍講補充兩個纖維質啊，俺用一片手卡做得一路順暢。你對我安好，安尼哦，我是倒掉嘅哈，安尼都是掉嘅，拍個是哈，安尼哦，你這樣唔會便秘哦，拍個是啊。靚哥，你也係望對象對嗎？來一邊老師傅學料理，哪有時間搞埋女朋友啦？我看哦，排少你哦。我見啦，唔會做菜嗬，搞集不會煮菜男朋友咩錢好嗬？只要你歡喜哦，我做得到4個男朋友哦，一個煮飯，一個洗碗，一個米天奶，一個哦。好嘞，唔是搞到阿妹要變小事。連米天奶洗碗都要啊？做唔對了哈。做得。是你飯啦，給個吃了啊，給個吃，冇浪費哦哈。所以想要喊到本忙煮菜哦。蓋姐啊，來，這個豬肉好食咯。你喺皮豬肉啊，連日就唔低，用完咗彌漫流嘅血統哈。哈，我講咯，我本隻豬肉偏的嘞，是菜哦。啊嘞，太家煮菜哦，然後太姐甲講個故事啊。所以有日哦，我睇下皮豬肉啊，強愛客山，行燈哦，哇，行到山檔，東衝過來咗喎。過呀，我是想講，呀皮豬肉會行強慢，但是你頭一看，啊哦，佢變超肉唔掂冇啊？皮豬肉永遠變超啊哈！一個人又冇禮貌，我在講故事呢。吼，做啊，我看下皮豬肉，我引流，規身咧流像流汗樣嘅。結果，我吼做長久冇運動嘅，才會變成皮豬肉。唔好笑啦！好了呀，太個慢慢食哈。
面吃了同好食哇。给老师。哦。是了，吃饭了哈。嘿嘿嘿。阿姐，你妈事情阿讲呢？我多问掉，太个假多安尼，以前嘛个事情就冇发生过嘅样啊。太家哪有假喏？太家就希望气氛好一啲咧，冇再陪阿妹安尼伤心下伊的嘛。呀，一切就系假嘅啊！阿妹嘅行动安艰苦，佢杀到个太家嘅面前笑了安呢。你顶我看到安尼，我真係动痛呢。阿姐，冇再乱想的啦。阿妹事情，这只有自己来做得做给听。做陪阿妹一啲嘅时间，我你想清楚。还想嘛嘅喏？其實你每個人離20年嘞，哎，你沒行過來啊？哎，你係去做啲動作，其實你根本就冇吹啊！問題係阿爸做出現的嘛？你係認記係阿爸？就算伊都唔認記，金庸做伊都阿爸。我冇辦法原諒嗰個人對人哋造成嘅傷害。韓哥講。佢有可能再過傷害阿妹一擺啊！你們看得出來，阿妹對佢很抱定期待，不過期待越深，傷害咪越深啊！阿姐，唔點喎？唔似家一下安尼，咩睇起傷害阿妹啊？阿爸留阿妹嘅事情，係佢哋用嘅事情，人家就做生意呢，做得做乜嘅喏？等阿妹結婚以後，人家就支持佢做對嘅啊！我冇辦法，阿姐，我真嘅冇辦法。奈迪，安泰了呀！已經20年了呀。我應來坐一下嘛。我嚟呢度啦，睇死哈！入邊有一來，坐啦，唔使氣啦，坐。明白。也沒好嘛。偏偏上講以來已經冇事情呢。不過新都好睇上物嘅，就真嘅唔啲嘅。一早走聽20年嘅人突然之間出現，換做係拍3年，沒有時間來結束，對嗎？有冇法度結束愛哦？那沒有時間。
我想阿妹当叫做做得行出来的，佢一个当坚强的人，无会话美满了唔会有进步日，唔免佢拉坚强，进步日免无办法一三年带等40岁人来睇。有喜爱无？一切。是啦，是当然的。但喜爱哦，但喜爱应该的啦。一切啦，唔过安久唔现的。我记得细个时节，大伯做本人想阿无阿爸，我一切啦都我自家做唔对某个事情，所以阿爸才无应压到。以下他也，那啲事情咩安尼？但喜爱做唔错事情，我对不起人家的，我对不起人家的。我最讲对唔起的啊，我来到遐兜的，唔免想我听人讲对唔起的。我俩哈，说得对不起，我实在唔知好，我要讲乜嘅？木主前的遐张年，最叫我嘅阿爸，我老起成都方流等穷样的血，也系唔会变的事情。不过，廿20年来，也得分隔两地，过得无穷样的生活。唔免佢突然出现，那足足唔记得遐张年呢。那今年唔出奇。其实，人个认唔出去的，佢感觉真係弄奇怪呢。佢阿爸，不過已經弄上婚呢。阿媽以後好冇？我相信佢唔會有事情。不過那叫較擔心嘅係那太子，佢對阿爸嘅感情可能連佢自己都唔會懂清楚吧。重故的事情，正差唔多聽到，底下又發生安尼事情，人生吼，讓我安難啊。有時候我想哦，人生哦，就像色茶咁樣，天氣生熱氣啊，會有點苦，一下就會轉調。一下就像這色茶含着天氣，但事情過去啊，就會轉好嘞。差噃，講法老人無窮樣就無窮樣呢。不過陳夢雅健口，希望事情真正做得平平順順。不會呐，也還得做乜個事情啊？你好，都明晚了天數啊，你叫那部卡成你當好。天數阿妹從頭到尾都一條東西。安尼以後啊？唱歌，你知道阿妹用个啥子好？我一直小心呀吧，给他们转了。不过，我没想到事情会变得安样。
也去安家，父母才同阿爸见面，我要伫家业佢真艰苦，阿冲苦。你知道了。阿媽姨到底去哪位咯？因為到你阿媽轉來，姐姐有點小氣呢。你就看一下哈，好。青山流水何处去？重逢难依旧不移。千里眺望故乡河，悠然的人，初恋未愛你。長夜撫琴也漸起，如是故人須容辭。青山下攀爬高峰，你也瀟湘，無言又撫琴，玉髮將要飛向天，往事隱隱在中間，山歌一曲難唱。